前贤哦，台北来的呢，哦，各地的都有游览车来的，在很多道进来啊，哦，前贤啊，还有那开智慧活动。还有历代祖师64代祖师展、佛瓦展，还有义诊呢，还有义诊，你看，啊，义诊。哦，正殿元帅元首像，正殿将军像。好用心啊！好用心准备啊！哦，还有骨科附件专业资讯。前贤哦，领任好，领任好。哦，摊位那么多。哟，好多摊位呢。前贤好，冇紧。哦，正殿将军像。正殿将军像。哦，好棒。哦，好棒。哦，好哦，正殿元帅，正殿元帅像。我去朝阳像。好。你去朝阳。